幾聲啦已經，點算咧？係你好，係有啲好熟悉嘅面孔啊，奇哥係我以前做佐丹奴嘅，佢係我嘅同事嚟嘅。咁我以前都做過麥當勞，上次咧成班麥當勞嘅員工過嚟撐我。喺梅窩，係啊，喺梅窩嗰度。咁我15歲就出嚟做 part time 啦。咁我自己中意吉他，自己儲錢買咗第一支吉他。咁都好係咯。咁希望大家都去為自己想做嘅嘢出多啲力咯。即係周不時問下自己想做嘅嘢，自己追尋嘅嘢夠唔夠力度咧？自己做緊嘅嘢係咪真係自己想做咁樣？咁呢樣嘢都好緊要，因為大家都係得一世人嘅時間，即係好快就過啲時間。15歲嘅時候我都覺得哇，我好青春，但係而家已經20歲啦，好快唔青春。你青春啲，你咁靚仔。咁咧，跟住落嚟咧，送一首叫做《大奧愛上威尼斯》嘅歌俾大家。呢首歌咧係講一個男仔啦，窮嘅男仔中意咗一個有錢嘅女仔。咁個男仔雖然俾唔到啲咩個女仔啦，但係佢都願意不惜一切咁樣去等佢啦，守候佢。呢首歌叫《大奧愛上威尼斯》。
指引，仍然念着聖馬可街燈。喧嘩裏我靜靜的捉緊你手，不擔心將來變溫。Thank you。如果覺得好聽咧，真係出咗碟。